修正通过。 2008年7月17日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劳工保险条例，为2009年开始，满60岁保险年资满15年，离职退保的话，会使选按月领，也是100领完劳保年金。另外，劳保的费率嘛，将由2008年6.5%，1年1年调悬，费用分别由头家负担7成，劳工2成，政府1成。 2014年7月17日，马航 MH17 波音777客机由阿姆斯特丹飞到吉隆坡，坠毁伫乌克兰的东部，飞机顶面298人拢总亡生。事后，依照空难调查报告，确认班机是和俄罗斯一个飞弹拍到驾驶舱倒平坠毁。乌克兰政府指控讲这是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民兵做的。 2015年7月17日，高雄市政府李中营化工甲华文仓储针对2014年高雄起步的赔偿案签署协议，32位往生者，每一个会使得到新台币1200万块，总共是3亿8400万的赔偿金，由李中营化工生存，后来再由三方去讨论要安怎处理。